果不其然，这海外南京、海外西京、海外北京、海外东京，各篇章都是以“南”字开头。这所记掌故也是由“南”开始。这么说，这“南”字该是与这匣子有些关联。上南下北，这匣子的“南”该是在匣子的上边。这四面除了开明寿，什么都没有。姑姑说这块鱼害人，果然不错。我都饿了一日了，此刻肚子都咕咕叫了。你怎么好意思啊？八子也一日没吃东西了。我还真有些饿了，你们去帮我把膳食端过来吧。是是。东西南北四宫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这是什么？像是个日头，日头照着9个头的开明寿，说不通啊。对，南为朱雀。尚书尧典里说过，朱雀为日中星鸟。别碰那块玉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它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那块玉，玉有问题！女儿，你干嘛呀？你怎么拿着和氏璧？不要碰！玉里很多，不要碰！八子，八子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八子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叫御医！好，玉儿，八子。八字怎么样？密八字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该是蛇虫之毒。你能确定？草木矿石之毒是吞服或吸入，只有蛇虫之毒是伤及皮肤和血脉。幸好，他及时将伤口的毒液吮吸了一部分出来，否则怎样？非常危险。大王，八字是被装在匣子中的毒针刺中。这毒针又和匣子中的机关连接，机关破解，毒针跳出，想拿宝玉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难以逃脱。那个偷和氏璧的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侍女叫元儿，
已经中毒身亡，已经死了。快给八子开药方！大王，微臣只是初步判断米八子中的是蛇虫之毒，但却无法分辨出到底属于何种蛇虫之毒，是一种还是多种。这种蛇虫之毒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若不能明确毒性，对症下药，只怕是适得其反呢。那眼下该怎么办呢？你是太医令，居然没有半点主张。臣先以连翘拔毒，再以犀角牛黄驱毒，但这些方法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，并不能真正解毒。若不能在3日之内找到解药，只怕什么？只怕米八子性命难保。怎会有这样愚笨之人，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去抢和氏璧？亏得那和氏璧上的剧毒让他当场死了，不然我这边如何向大王交代？是奴婢用人不当，王后恕罪。你跟那个元儿见面，有没有被人碰到过？绝对没有。起来吧，看来这都是命。不知是谁这么狠毒。如若昨日我们这边打开了机关，说不定现在中毒身亡的就是我。王后，我刚去西偏殿看过八子，他的情形越发不好了。我知道了，内毒听说好厉害，沾了必死无疑。王后这2日也没少碰那块玉，妹妹是担心会不会也或多或少沾上点儿。珍珠，快去把从楚国带来的那个盒子拿过来。是。听太医说，芈月中的是蛇虫之毒。是，奴婢也听说了。这绿色乃解草木之毒，这红色是解矿物之毒，这瓶